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就睇呢個荃灣嘅海灣花園啦。咁啊，未上單位之前咧，咁我哋可以試下咧沿途行下，由西鐵站行到去海灣花園，大約幾耐咧？後生嘅你咧就大約4分鐘啦，即係有上咗少少年長少少，可能都係6分鐘左右到。咁啊，沿途都係望住個海行嘅，咁啊講下都唔覺嘅個時間。係啦，咁啊裏邊下面就有人釣下魚啦，咁啊而家我哋都係海旁附近嘅，咁啊沿途都有啲小朋友踩下單車啊，好多行人行下路咁樣啦。咁我哋轉頭就會上去睇一個海灣花園3座嘅單位全海景嘅。好啦，轉眼間就上到嚟單位啦。咁啊，未分享單位之前，我哋講一講10月份荃灣區嗰個成交啦。咁啊，荃灣區10月份嘅成交二手成交啊，講緊咁啊，大約啦有120宗至130宗呢個 range 度啦。咁啊，普遍嗰個成交價咧，圍繞住都係600至到800萬呢個 range 比較多少少嘅。咁啊，反而荃灣區10月份咧就有啲2000萬樓上嘅成交喎，都有4至5宗嘅最少。咁啊，過千萬嘅成交咧都有4、5宗，咁啊 total 加埋呢7位數字嘅成交咧都有成10多宗，咁啊比較理想嘅。咁啊，因為10月份開始步入咗減息嗰個週期啦，咁啊香港跟咗美國減咗1%嚟嘅，咁啊變咗啲客戶咧個信心都翻咗嚟。咁啊嚟到11月啦，咁啊11月啱啱開始，咁啊所以先介紹個樓盤俾你大家睇睇先。咁啊海灣花園個廳啦，3房嚟嘅呢個，咁啊呢部飯廳啦，咁啊業主做咗一排 L 型嘅收納櫃啦，咁啊非常之多格嘅，咁啊非常之實用嘅。咁啊另外呢邊咧就係個客廳，客廳個方位咧就比較開揚，同埋望到少少嗰個海景啊，麗城區啦，方位向翻北嘅，向翻北遠眺大帽山景觀嘅。咁啊，同埋側邊比較新型嘅屋苑啦，咁啊傳統型嘅屋苑有海景，又荃灣區又唔多嘅，係海灣麗城先至有。咁啊，同埋啲廚房啊房都好大，咁我哋可以睇睇。咁啊，四方方嘅廚房，咁啊雪櫃、洗衣機擺晒入去噶啦，大部分嘅客戶唔使擺喺洗手間。咁啊，2部雪櫃都擺得落，好少可嘅。同埋啲房啊，尤其是呢間房啊，特別大嘅。特別偏大嘅，咁有啲客都係呢邊我哋做主人房多嘅，咁因為佢擺到4x6、5x6嘅床，仲有空間擺嗰個衣櫃。咁啊尾房咧有啲客戶咧就呢埲牆同呢間房咧做咗一個相連啦，咁啊可以呢兩個房都全海景嘅。咁啊呢邊左邊咧就向南多啲，望到青衣。咁我哋行前多少少咧，仲要望埋嗰個足球場，啱啱鋪翻好啊！之前咧就做咗少少維修。咁啊，另外呢邊咧嗰個房個景咧就向翻汀九橋，咁啊方位向西，夜晚比較靚，因為佢會着燈嘅，7點鐘左右到。咁啊洗手間都係傳統型啦，咁啊夠晒擺噶啦，浴缸式又得，企缸式又得。咁啊業主又冇翻新過，咁啊新客戶就可能自己做翻個翻新工程啦。好，咁我今日介紹咁多啦，咁啊有興趣打俾我，電話613854448，多謝你。有個好消息就更換咗個 lift 噶啦，全部 lift 都係新嘅。